也若侯友宜、关文哲和朱立伦三个人伫拜二暗私底下有见面，也毋过即马针对哪白合是也无共识。昨侯友宜去婚林提出伊的农业政策，关文哲昨是提出伊的能源政策。也若民进党昨伫中执会是通过要征调黄捷代替赵天麟参选立委，赖清德即马是话讲，希望高雄8区8个总调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前侯友宜邀请立委张家军陪同去婚林后尾参访花园、甲土豆加工厂、甲地方博感情，嘛提出新的农业政策。当选了后，要甲劳农津贴增加到1个月1万块，老农民免纳健保费，农田水利费回归农民，嘛提高公粮的计数。以后也是按照个标准，一直调整到看偌济，咱就甲调偌济。成本嘛增加，你人干嘛增加？成本嘛增加，所以拢增加，啊，你公粮免调整。 侯友宜提出有力的政见，不过前一暗甲朱立伦还有关文哲三个人密会，总统的人选也是无共识。侯友宜话讲，莫阁坚持旧的方式。关文哲表示，朱立伦爱先提出明确的方法，再决定了后敢是要阁见面。倡议关文哲召开气候甲能源政策记者会，而且提出2030能源占的比例规划。我们核能摆在那，并不是说我们坚持一直用核能，而是认为说。 当我有办法退出的时候再退出，这是我跟民进党在能源政策一个最大不同点。郭文哲认为讲，台湾无应该为着要甲核能废掉，就赶拼拼发展绿能，爱伫科学甲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互核二厂甲核三厂营业，也让核四厂是规个爱做安全的检查。反对民进党2025废核家园，不过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讲，这个能源政策无具体规划，是伫制造对立。黄捷身负重任。 这场选战不好打，起步比较晚，那一定要加倍努力。那我也祝福他能够顺利高票当选。赖清德最近嘛拍拼辅选，要拼国会过半，倡议民进党伫中执会通过征调黄捷来接替进前退选的赵天麟，投入高雄立委的选举。赖清德学了黄捷是少年阁有成就，完全符合民主大联盟的原则，希望所有党公职会当团结一致，互相支援，高票当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